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唱一条歌曲，我相信大家都听错会唱咯。冇错，也就是下哩台湾歌谣之父下哩听一些听先生，家嘅歌曲当有名。韩国好，今年2018年一开始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类当精彩嘅音乐会哦。佢已經盼嚟第12年按唱按久嘅時間，細細嘅嘅來分享下哩今日節目地都邀請到嘅來賓。來分享下哩桃園愛樂管弦樂團嘅團長，同時佢咪係下哩台灣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嘅執行長，來分享下哩盧浩慈盧先生，歡迎盧老師。希望今日嘅主持人阿群妹，各位電視機頭前嘅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盧浩慈盧小智，也蠻擔任桃園愛樂管弦樂團嘅團長，同時也係台灣國際文化協會嘅執行長。歡迎你盧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吼，今日演唱到也聽一些聽先生嘅歌曲，家嘅歌曲當有名，當到歌曲大家聽錯都有聽過，比如講像四月望雨，啊嘛，四是什麼？熹貴婦，什麼？月夜愁，望是什麼？望春風。啊，望春風。韓國雨是什麼？雨月花草，咿呀花呀，按到大家全部就按熟悉嘅歌曲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紹介幾件盼嚟第12屆嘅也聽一些嘅紀念音樂會哦。盧老師，你幾件盼呀音樂會盼嚟按長按久嘅時間呢？第12年咧，真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做乜嘅人一開始會想要來舉辦一隻音樂會冇？實在講是唔知也是咩年？哦，我從1992年，1992年是開始辦聽一線嘅音樂會。哇！今年係全台灣啦，第一擺，歷史上第一擺有紀念聽一線嘅全部係唱家歌嘅音樂會。和2002年的時間啦，我有機會到鍾秀珍先生鍾老叫我去日本，去參加一個日本啦紀念一位音樂家嘅音樂會。一個音樂家老鄧宇賢、老聽宇賢啦，唱咗時代，但是日本人紀念佢啊，當時已經係第60屆。哇！唱一隻時代嘅兩隻先生，日本人紀念佢60年呢。係60年。所以總老大家就請有咁談然後講哦，聽以前第一屆是蠻開始啊，喺呢個來開始，所以2003年啦開始第一屆，按個算起來啊，萬年今年2018年啦，是第12屆啦，喺1992年開始算啦，是盼到26年咯，26年咧。真係要當久嘅時間，26年，按多年就來紀念也聽一些先生嘅音樂會。係呀，當中咧26年底部呀，音樂會咧有舉辦過18次，18次，同埋係紀念聽一些。18擺底部演出嘅歌曲全部就係聽一些先生嘅。哇！係呀，18擺底部包含有2擺啊。像莫斯科的俄羅斯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俄羅斯愛樂交響樂團啦，來到桃園一場，竹東以個人的位數啊，一場2場，哇，要包含2場。哇，你看吼，你聽以前先生嘅音樂，做得來邀請世界幾位也都歌手音樂家來到台灣演出俾大家看，唔單唱紀念嘅聽以前先生咩老家嘅音樂，作為無窮用變化按樣嘅呈現，錯嘛？嘿，故說按優質嘅音樂會，聽講唔使錢哦，也係唔使錢嘅音樂會，錯嘛？大概是公益演出啦，唔使錢，請攏邀請大家鄉親啦，大家來共同來紀念聽一些
你客家之光，你台湾之光。真嘅，佢創作有差唔多有100人數嘅呀歌謠，唔管係客家話也好羅話嘅歌曲，其實全部都當到有當好聽。係韓國也免費嘅音樂費，省落愛去嚟拿票嗬，也雖然係免費，唔過愛去拿票，請盧老師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要麼開始從中立嘅藝術館啦，藝術館，中立藝術館入邊呢，開始大家做得來自由來鎖票，鎖票入場。一下開始就做得了，韓國也演出嘅時間係乜嘅時間？1月13下晝2點。2點嗬，韓國係下晝頭1點半就開始來入場了。故所大家愛細細格格來到呀中立藝術館去拿票去鎖票。韓國啲1月13號禮拜六下晝頭1點半就做得來入場了，2點開始嗬。好，故所按優質嘅音樂會啊，家一開始沒有講到，過去沒有邀請到當到外國嘅音樂家。藝術家來到台灣來唱歌嘅，故時候也擺係唔係強樣，沒有也國外嘅也到音樂團隊、演出團隊來到台灣。係，我也幾十年來啊，從嚟會同台灣嘅樂團、也合唱團啊，也係演唱家去國外演出啊，主要是宣揚台灣嘅文化，台灣嘅軟實力，台灣嘅soft power。所以我有好多擺也是邀請國外歌手啊，大家來唱鄧雨賢。唔過我有一個問題哦，其實到國外歌手來唱鄧雨賢先生嘅歌曲，鄧雨賢先生當到歌曲係好老翻呢。我們唱啊，記得學有發言。哇！古時候也擺有邀請到哪個按到嘛個優秀嘅也到藝術家啦。也擺請到一位俄羅斯啊。俄羅斯俄羅斯嘅歌手，瓦列尼亞納卡諾瓦，一位，但名嘅太難念咧。聽一位唱到波蘭咧，真有名嘅一個聲樂家，嚟唱河洛話唱。好，我有看到佢愛唱這個望春風，對，望春風。韓國一個是小河淌水，看起來係雲南嘅歌曲。冇錯，要搶要擺上海國際聲樂比賽第1名嘅高川先生，佢係中國人哈，搶佢來唱月升鼓浪嶼。以前鄧雨賢嘅時代啊，他自家記得，大家會唱《只見到可能是》，佢用中國話來唱。韓國係唔係還有一類是莊德坤，也是要中國嘅呀音樂家？佢係真有名嘅。聲樂高手啦，嗬，佢要嚟唱好多歌，哇！古時候其實按到幾以來，韓國按到嘅音樂家，先生唔係用嘅來托嘅呀，用嘅來簽到也到按厲害嘅音樂家來唱歌。因為我從來會去國外交流嗬，所以我當然是會盼比如講日本嘅有名嘅演唱家，嗬，和台灣嘅音樂啊，當時兩個。從落嚟台灣嘅也西洋音樂啊，當時有2個來源，你係當時日本時代嘛，嗬，比如講烏諾上野音樂學校，一個是廈門，尤其係鼓浪嶼柯蘭斯，高浪斯，佢嘅高飛也到西洋音樂啊，傳到台灣，所以有2方面是台灣音樂嘅基礎開始發揚嘅。來源啦，所以我2片還是有搶。唔過我知道好像按呢，因為鄧雨賢先生係台灣嘅歌謠，就是有種民謠的感覺，用呀台灣的民謠同呀西洋嘅這種聲樂的方式來做結合。老師，你去個地方按多年以來，你有知道做嚟蹦出用嘅某種嘅火花冇？一維泰音樂啊，真有價值的音樂啊，不管你。用不同的形式啦，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唱法，佢永遠係按感動人啦。佢嘅旋律，鄧雨賢嘅旋律 melody， 做嚟講唔係講輕難，簡單。大家一堂是啲要台灣嘅音樂，台灣咪，台灣嘅阿字，大家是堂都是了解。係應用
不管乜嘅歌詞，也係講乜嘅形式，用美聲唱法，也係講其他嘅唱腔，統網做得咁統一，也是當時音樂偉大嘅地方。哇，真嘅，看藝術歌曲，唔單唱藝術，按多數歌曲做得傳唱很久。韓國其實我看也節目單啊，唱係望春風藝術歌曲，就唱咗3遍。因為不同的編曲，對，不同的編曲，冇同樣嘅攞去改編啦，嗬，為講嘅編曲，因為你當時聽以前其實寫旋律聽聽，對，哦，你係咪用合唱團來唱？一天都攞去改編2鋪、3鋪、4鋪來唱，哦，另外一個人行我做得接書，我做得接書，也係精緻的音樂，精緻，並不是低俗的民間哼唱的小調而已。古時候，唔看你盧浩之盧先生，然後也聽以前先生嘅音樂，好作為12年按唱，其實還有喊卡久啦，按久按到嘅呀音樂會，今年沒有來同大家來見面咯。1月13號下晝頭2點開始，其實還有動到也聽以前音樂會嘅故事，還有盧浩之先生嘅故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今年聽以前嘅音樂會已經辦嘅第12屆吼。韓國也第12屆嘅今年聽以前音樂會佢舉辦嘅日期，就會到了就係第1月13號拜六下晝頭2點。韓國係50票嘅，故所大家愛夾夾去啦。中浪藝術館來拿票哦，是鎖票入場，第下晝頭1點半嘅時間就做得來入場。剛好有問到呀，這個盧老師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呀地度嘅歌單。不過剛好阿群妹休息嘅時間啊，小可會看你一下，哇，有26首歌曲按倒數呢。嘿，聽以前很有名嘅歌《四野望雨》，聽我講到一定會唱啦哈。另外，因為廈門嘅歌手要不也有來，所以佢也會唱。聽以前寫《月深鼓浪嶼》，只見到可能是，記得我聽到一條歌啊，廈門人啊，情感通，因為佢用鄧以前70年前，佢是用所謂嘅廈門調啊，廈門調有廈門調特殊的音階哈，做 scale， 用呀來寫一首歌，所以廈門人聽到嚇一跳，嚇到情感通，因為70年前台灣。有一個音樂家做得寫出咁樣嘅歌，所以創亞數哈。對，還其他聽以前嘅歌以外，要不也唱青島客家歌。客家歌。你要發揚啲客家文化啦。偏咩解客家歌落去？發揚啲客家文化哈，俾大家嚟聽下客家歌。有，還唱嘅18姑娘哈。一開始聽以前是寫日本歌，翻色萬祥的木師妹，翻色之娘哈。都沒有改青島版本，哈，最後你寫一位老師，又改下你客家嘅版本，哈，所以要把它唱你客家嘅版本，哈。18姑娘，也是聽我講嘅按簡單的歌，但是不同的版本，哈，新編過後，也表示佢嘅偉大，哈。錯，還有看到有這個葉日松老師同呂景明老師也都寫嘅歌曲，對不對？快樂的農家，客家歌，韓國還有這個阿濤哥的風平浪靜、風平浪靜藝術歌曲。欣賞老師，你真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也唔單唱有外國唱聲樂傳統嘅歌曲，沒有一條歌劇嘅歌曲，真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你拍按到嘅，你選歌係用嚟來選的嗎？主要是大家他做的感同音的歌啦，哈，所以除了聽以前以外呀，其他客家歌也係按樣上，我們大家來聽是知道，永遠會記得啲客家人有出一位為他聽以前，哦，俾大家都記得，哈，還其他歌曲，啲外國人進來，我也愛考慮。
除了天一线以外，经典的歌，经典的嘿，比如要不然然后去唱图兰朵歌剧，杜兰朵的嘿，那圣多门哈。这是试金石啊！你要创不来，大家来互相交流一下，切磋一下两个版本，对不对？互相切磋了哈。也为几国家创安咯，你台湾的也做得创哈，大家用互相的进步啦。冇错，也其实东南地的地方吼，大家当初是一道传统的歌剧歌曲，像是这个歌剧魅影啊，也有，会不亚波兰的歌手来唱出来。对不对？其實唔單止有外國嘅印度嘅音樂家、印度嘅演出者以外，其實咪有同到啲台灣在地嘅一條合唱嘅團隊哦。嘿，比如講唱 T 呢是這個玉玉女生合唱團，做得像盧先生同大家來小嘅一隻合唱團咯。一擺演出嘅係桃園市內啊6個合唱團，合唱團千多啦，大概堂都愛等一下，唱等一下啦，大家是。踴躍來報名哈，但是你時間有限啊，所以要擺6個合唱團。我3月初4啊，3月4號會辦第2擺嘅，第2擺第10米嘅音樂會，還會再講第2擺，又有其他6個合唱團，因為大家所以唱啊，行嗌你唱，做唔得講，你做唔得唱，做唔得哈，我唱等於先大家來，大家來，所以要擺3月4號會再講第2擺。自信有出來嘛？網友，還忙嗬，網友，還有張本台同大家來分享。要不要6個合唱團啊？同埋老外同埋有去過國外國啦，表演交流過，像個語言，啲嘅語言，30年咯，人家先生張亞燦先生啊，有心。1992年啊，講啊第1擺唱等於嘅時間啦，其實小學生嘅合唱團啊，來唱新的客家人，新的客家人咩係廿擺咩愛來演出嘅歌曲，中落下歌詞嘅新的客家人哈，所以一個合唱團也老外向我去過柬埔寨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日本。哇！咩去當多數在唱客家歌，唱客家嘅歌曲，呢種交流嘅感覺。交流係也去講，本外國嘅啲客家鄉親啊，本大家聽到啊，台灣來，客家嘅聲音。除咗有也去過當多國家表演嘅這個玉玉女生合唱團以外，還有羅杰海合唱團，也係哪搭嚟來嘅也合唱團。鍾樂師，羅杰海。鍾老師有2條海，羅杰海、新界海，也當然是帶羅杰海一搭嘅，沙期嘅力量啊，一個團啊冇去叫咩千叫嘅團，但是老師用美聲唱法，老記得嘅和聲啊，練到千強，千值得鼓勵啦，千值得鼓勵。我知道呀哈，雖然過去我係些時間有當到嗰種沙期地方嘅合唱團開始來成立，不過下後就會有哈迷上嘅嗰種形態來呈現。我知道迷上嘅呈現，正因為本歌曲有不一樣的層次的感覺，就用喺歌上唱出來，不過佢會給人家有非常有立體感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嗰時候也係美聲嘅唱法，這個羅杰海合唱團，還有下來是純青合唱團。純青合唱團也係做中樂，也是合唱團也長久嘅歷史，佢都不單單去日本啦，嗬，去美國、歐洲啊，同埋有去唱，青好嘅合唱團。沒有去過安多所在，韓國下來係美聲合唱團。美聲是做龍潭嘅，龍潭嘅合唱團，也好多年咧，嗬，一直以來是做龍潭啊。特別是有參加青島嘅法通啦，嗬，唱天意弦啦，唱客家歌啦，嗬，還佢也要去中國交流，嗬，也經驗，也為老外講去日本啦，哇，表演。嗰時候係經驗當豐富嘅，也就美聲合唱團，接下來是我們的錄音合唱團。錄音做桃園嘅盧祖，一個合唱團人數唔係千多，但是大家是挺認真啦，嗰個欣賞
从那位请学生去教舞卡，加强练习哈。董英珍，嘿。对，韩国这个皮糖之声合唱团哦呀，看到呀皮糖主题，听说要去桃园的哦。龙潭的哈。龙潭的。青岛也是合唱团，青岛团员去中山科学院啦，核能研究所啦哈，所以里边要有博士啦、硕士啦哈。大家可以唱歌啊，用呀这个公余的时间来练习，要从到今后。哇，老师，你还知道你现在要的彩体合唱团呐，真正去懂彩体呢，全部就去桃园天气桃园亚一大杯的合唱团。哦，专门该为 TPS 赤道公爱线彩体的真正去按彩体，缩小范围在桃园要到所在。也是因为天一线，伊喺桃园彩体人，彩体人。佢桃园待到3歲，佢是搬來台北，先帶咗萬華，再個搬去大稻埕，但是佢坐副卡，教副卡，一次咧講客，一次講客，客花冇跳踢，我唔記得，所以因為桃園啦，應該是當年來經驗一個。聽一顯，鄧老師吼，很跟我們單槍案的哦。雖然吼，盧老師是我們的桃園愛樂管弦樂團的團長，不過亞白的演出咯，不是整個管弦樂的編制哦，反而很單純，走一個很純粹、懂腔力的路線，槍有鋼琴來伴奏而已。亞白通常用鋼琴。這麼單一選擇一個鋼琴的呈現。鋼琴是最完美的樂器，和聲啦哈，鋼琴的和聲啦，其他樂器比唔上，所以你可以用高雄樂團來，當然也做得啦哈，當然也做得，不過個編曲也得哈，請太工商，係講到亞比，我有一點感想，聽以前的歌，要不大家有唱的呀，50數左右啦哈。但是青島很忙編到合唱的曲，合唱曲啊，冇啦，所以也係太搞上忙大表我說，要把他的獨唱曲啊改編青後堂的合唱曲，目前還冇啦。我想咩係因為啊，你台灣的歌謠啊，用呀鋼琴按樣的呈現，咩做得呈現出它最純粹的樣子，對不對？再搭上這個合唱團，加到嘅歌唱技術按強，合唱迷上按後堂，按你當中的呈現呀音樂幾清優美的所在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小結聽以前的音樂會哦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趙英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第12屆嘅聽一顯紀念音樂會。我哋啊1月13號下晝頭2點開始了，韓國也係免費入場，不過大家要先去拿票嘅啲啊中lan藝術館，一開始大家就做得去拿票嘅咯。韓國好有關嘅聽一顯音樂會嘅主辦人，我哋盧浩慈盧老師，今日要來到我哋節目當中，要想來問一下盧老師，你有冇想到講一開始會來舉辦呀聽一顯的音樂會，算來唔同聽一顯聽欣賞，有乜嘅即係緣分的起源係用嚟來開始嘅？要所以講到我一胎啦哈，我一胎員嘅就4胎啦哈，我6歲以前啦，我帶咗3檔女灣。內灣哦，要麼青島園，要麼那內灣老以前查青島哦，查青島，做內灣尖沙也得啊，同埋清修寺，也係我6歲以前的故鄉哦。6歲以後啊，我搬到竹東，我高中才上來台北，所以我的鄉愁啦，我的故鄉，飛鳳山啦，遊樓溪啦，頭前溪啦，竹東內灣這一帶。這是我的鄉愁的地方啊。鄧以賢其實1940年啦，搬到轉去蔣林，在嗰位待4年，1940年6月11號，離開人間，4年的時間做蔣林。我讀小學嘅時間啦，我的音樂的啟蒙老師，
係鄧以前嘅學生咧。哇！所以暗啲其實啦，糖都也都過，我唔記得咧，唔好講幾歲。當時時間。幾年級的時候聽到暗啲。我老師也講過鄧以前，幾年級時候我也唔記得。不過我細細我親好音樂。到尾我入社會啊，我是經常我愛好音樂，我細時間唔靠冇錢，冇按個環境啦。所以我有辦法的時間，我是組小朋友的管弦樂團哈，人講那個這個一圓少年夢。唔過我知道，亞下嘅人啊，愛學音樂，當到就從動細就開始誒。唔過即係我家下按嚟講，你閒些時間係完全冇接觸亞音樂，真係嘅音樂教育。係，不過我親好音樂啦，哈，不過冇機會去學啦。真件去學，所以有個機會我是盡量來做哈。很多特別讀高中讀大學，嗰陣時代我當面我即個變無名單啦，哈。無名單，乜嘅無名單？我是參加一個哈，救政治犯的啦，哈，反對專制的，當時嘅政治嘅背景。當時我哋同班我哋大家朋友啊，大家做個想做個唱乜嘅？望春風，講也係你台灣的國歌，有咁嘅感情啦，哈，這才是我們台灣的國歌。你青菜貼音樂，係啦，這才是我們台灣的國歌，有咁嘅一個認同啦，哈，認同。所以以後我轉到桃園縣，啊，當時桃園縣，轉到龍潭，哦，接觸社會正先生鐘洛，也可以講一直追隨他啦，哈。總絡佢也有一個願望啊，去好好來發揚鄧以賢，本大家來啲，所以佢替鄧以賢做田野調查，下架故事啊，出單行本，寫一本小說，根據他的故事哈，把它變成小說啦，哈，還要頒佢啊音樂會，種，佢也有咁嘅希望，所以。我還是好啊，老師，我承諾你啊，是一年來判啦，哈，是按樣。所以搭拜當嘅總路要來談，要來向下來達標，當然也經驗佢冇出來談啦，哈，因為按落嘅，哈，演藝工也談冇，哈，他一直有參加到第10屆吧，那就不能再來參加，哈，所以經驗給他們啦，孝子，今年要判冇？那當然講好啊，判。有壓力啊！有壓力啊！唔敢講，老師唔會判。所以我這個鄉愁啦，哈，加上一個對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一個認同，對鐘洛的一個追隨感情承諾啦，哈，所以我就當然來判鄧以賢啦，哈，當然呀。擔任呀台灣國際文化協會啊，一個工作啊，目的是向世界上來宣傳你台灣的文化。所以我可以帶團出去國外啊。當時我是講，古人的音樂，冇才嘅人寫音樂，我哋唱鄧以賢。很有才嘅音樂家，我就是盡量唱蕭泰然。我發現咧，蕭泰然也冇才咧，所以也擺出國嗬。全部唱古人的音樂啦，唱鄧以賢，唱蕭泰然，哦，按樣來啦，所以當然判鄧以賢，哦，你的感情，你的使命啦，老師，你剛剛有講到吼，前面沒有講到，其實你帶動到你台灣菜鐵嘅團體去到國外，去到很多隻國家來做音樂嘅交流，再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你要去到哪隻國家，佢就對啊你台灣嘅音樂特別有感情，特別有感動嘅冇？好，去外國唱客家歌，外國嘅客家鄉情啊，同埋會真感動，吼。應講啊，他鄉遇這個遇故知，談到家鄉嘅音樂啦，兩眼就淚汪汪嘛，吼。喊唱鄧以賢嘅歌啊，去到那位大家是感覺真好聽，尤其喺日本。日本，因為當時鄧以賢寫歌嘅時間，台灣喺日本時代嘛，所以日本人望春風啊、雨夜花，佢同埋要彈歌。同埋有彈歌，大部很多人也會唱啦。
所以哦，对天一线啊，就是还有啊，还有甘肃啦，甘肃，他们咩厦门的人呐，从小咩谈望春风夜话，台湾较全，还有个好老花、好老国的关系，所以厦门的人啊，一谈望春风哦，太家低；一谈夜话，太家低哦。所以记得前几年啊，突呀月升鼓浪屿过去啊，就按感通，记得第一摆谈到哦。原来70年前台湾是有人下亚述国的。韩国老师，唐讲你就啲今年去年2017年，你就已經判嘅雙百床啲日本嘅交流費。係，日本交流費。也係動態嘅數量誒。係。按多床。係，因為當年是固定啦，嗬，當年是固定，4月初東京台灣嘅客家交流費，嗬。和像救助過去老台灣歷史還有關係，哦，我是當年7月份有2擺，和北海道北海道老台灣也親有關係。真嘅哦。你食的米啊，鳳梨米，喺北海道當時嘅介到老師學生嘅來台灣啊，來改良嘅啊，哦，也是。和台灣的工業的基礎啊，當到喺日本，北海道嘅邊過啦，因為當時日本佢開發北海道煞啦，其實繼續一堆人啦，又來台灣來開發，所以親有關係啦，是講安尼多門一條政治嘅關係嗬，安尼歷史啊，冇去講也得，也是唔錯啦。凡是個鹽屋交流行係輕鬆嘅，輕鬆嘅係，所以我當年會去北海道嗬，也睇11屆咯。哇！第11屆了，第11屆。唔但唱有呀，台灣、日本的音樂交流，其實出啲啲台灣，咩有東法嘅素材哦，就像啲台灣北部嘅音樂、客家音樂，咩做得帶到啲台灣南部來唱錯冇？所以我也有攀演南北客家情，所以本南部嘅客家鄉親，到北部客家鄉親啦，睇自家腔下來唱，哦，腔下來。北部有乜嘅無腔樣嘅，南部有乜嘅無腔樣嘅。唔過，也肯係做啲唱盧老師同大家來分享下南北咧客家歌曲，客家歌曲有哪條無腔樣冇？當然各地方無腔樣啦，嗬。比如講南部最有名嘅，半山腰，半山腰，美濃嘅，記到美濃因為開發嘅歷史當然有關係，哦。北部嘅歌也是較慢，因為南部比北部啊較早開發，客家人來到南部比北部差唔多較早100年啦，嗬。所以客家嘅山歌也冇買腔樣，嗬。所以兩片交流要親有意思，嗬。也今年是第5屆咯，第5屆南北客家情，係，還要蠻有東部嘅。來報名，講南北，單單南北冇啦，係東部嘅客家人嗬，要記得冇腔樣嘅歷史嗬，所以可能有意啦嗬，全台灣看樣板人嗬，客家人大家一家親啦嗬，南北一家親，東西啊也係一家親嗬，大家來交流。真嘅，我知道盧先生佢唔但唱好，當初是喺台灣採聽嘅音樂，喺台灣聽以前聽先生嘅音樂，咩當初是喺台灣客家音樂嘅交流，採聽音樂，安樣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佢反而當到心思，來規劃廿隻規則嘅法通，90號也1月13號嘅音樂會，大家聽錯愛去欣賞哦，1月13號拜六下晝頭2點，大家聽錯愛去看。今日謝謝盧老師，什麼盧先生，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老師，咩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等下聽運動先生，向下來聽同一下了。